Hello， 大家好，歡迎到 Rio the Church 開列傳道啊！提一提大家，由於咧3月15號咧，我喺美國出緊差嘅關係咧，係查經班咧會暫停一次嘅。另外，放送部嘅爆料商同埋誠實頻道嘅敲碗商咧，都繼續招募緊投稿嘅。頻道嘅話咧，記得有逐字稿同埋公開錄音錄影嘅片段咧，我先會受理嘅。咁爆料商咧就召集緊各式嘅教會趣聞同埋信仰問題嘅，歡迎大家投稿嘅。嗱，上個禮拜咧我就開始好詳細咁樣講咗神創世嘅原因。呢一種 why done it 嘅問題咧，係好少咧喺神學界裏邊咧有學術性嘅討論嘅。但係其實咧，好多人都會問呢類型嘅問題嘅，例如即係神點解要創造人類咧？又或者係神可唔可以創造一個唔會犯罪嘅亞當出嚟？咁我唔使咁麻煩咯。咁樣嗱，今日咧我哋就嚟處理咧人類相關嘅問題啦。咁畢竟咧呢樣嘢對我哋先係最重要嘅，即係文明史內嘅10萬年裏邊，我哋先至討論係有價值嘅。史前史後啲嘢咧，我哋就放埋一邊先啦，因為我覺得點樣討論都唔會影響救恩嘅。同埋咧，大家討論神學議題嘅時候咧，要記得一樣好重要嘅嘢，就喺基督教右派裏邊咧，一切嘅邏輯同埋原則咧，都係後於啟示嘅。咁因為神嘅存在咧係先於世界運作嘅定理，而邏輯或者係論證嘅原則咧，就係呢個世界嘅定理嘅一種。Out of 呢個世界咧，我思故我在呢一樣嘢應該係行唔通嘅。其實你有靈界神學嘅知識咧，呢一方面你會好容易明白嘅，因為喺靈界當中咧，好多嘅邏輯啊，係同物理世界係好唔同嘅。嗰個定義到底係咩咧？到而家我都係仍然冇辦法去肯定嘅。所以邏輯先於觀察咧，係唔一定成立嘅。咁當然啦，我一般拍片咧都係用咗呢個簡約主義咧去進行論述嘅。咁因為咧呢個係反映咗我哋嘅神嘅位格性。我哋個神咧係一個好有邏輯、好有原則嘅神，所以咧大部分嘅情況呢啲嘅論證嘅邏輯係成立嘅。咁但係始終有例外啦，同埋我唔知點解咧，有啲人係話我冇用嘅，但係我一直以嚟拍片咧都係用緊呢一個簡約主義嘅邏輯嘅。好啦，我哋嚟重溫一下嗱。首先咧，神創世嘅目的咧就係為咗佢 happy 啦，其實係冇咩必要性嘅，亦都唔帶有惡意嘅。你可以諗話就係神中意砌一個類似新大箱出嚟嘅嘢，跟住望住佢喺度喐啦咁樣。而當中咧，佢創造咗一種咧好特別嘅生物，就係人類。聖經係有寫明咧，到底佢點解要創造呢一種嘅生物嘅？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係啦，冇錯。人類咧係特別為咗作為呢個世界嘅管理員而被造嘅，而因為呢一種生物咧係需要做 manager， 所以咧佢係必須有自由意志嘅，否則就唔係人嚟噶啦。基本上，因為你做管理職務，你係一定有能力做自己嘅決定噶嘛，你唔可能係樣樣嘢都稟問老闆噶喎，老闆請呢個經理翻嚟做咩啊？唔通？咁之，但係咧，佢又唔可以我行我素，自己中意點就點嘅喎。所以咧，聖經就寫神係照住自己嘅形象造人。咁等到咧呢一種嘅生物咧，係可以成為神嘅代理人，咁去代替神嘅意思去管理呢個世界。冇錯，其實呢個一直都喺聖經上面寫明，我哋係工具人嚟噶，唔係三一神嘅愛情結晶。我哋唔係為咗俾神愛去被創造出嚟嘅。咁將亞當整完之後咧，神係先將佢咧放喺一個特別設立，而家不存於世嘅伊甸園嗰度。咁等佢咧係修理看守呢個園子，就唔係一開始咧就掉佢出去呢個世界咁廣大嘅地方開始咧就進行管理。佢係先喺一個比較細嘅地方開始嘅。咁所以咧呢一種應該係一個實習嚟嘅。咁等亞當咧喺呢一個範圍比較細啦，容易管理嘅伊甸園咧開始做嘢。咁等佢熟習咗啦，咁就可以正式喺廣大嘅世界裏邊工作。咁所以咧，伊甸園應該係一個訓練營或者新手村嚟嘅。咁所以咧，亞當係的確唔係一做出嚟咧，佢就能夠完美咁樣勝任神嘅工作啦。佢係需要訓練嘅。咁呢個咧同神嘅處事作風咧係好一致嘅。如果係需要累積經驗先至學得識嘅知識咧，神係唔會行撇步嘅。佢唔會咧創造一段根本冇存在嘅知識咧，去等啲人一開始就會識。佢係中意咧有過程嘅，咁都話佢係一個中意砌 puzzle而唔中意直接買幅畫嘅神嚟噶啦。咁然後咧，伊甸園有各種嘅果子可以等亞當做食物啦。咁神咧就喺呢度咧係預備咗2種特別嘅果子喺伊甸園嗰度，分別就係
生命樹同埋分辨善惡樹。咁我哋可以抽象咁樣去諗下，呢啲果子咧，其實就係補足亞當能力嘅一種消耗品嚟嘅。咁因為現實世界係唔會有啲嘢你食咗就會即刻變叻嘅，我哋就想象一下佢係類似翻譯舉藥咁之類嘅嘢啦。咁呢度解釋一下，嗱，要知道咧，死亡同埋朽壞咧都係從罪而嚟，所以罪未入世界之前咧係唔會有朽壞同埋死亡嘅。咁但係聖經有趣嘅地方係咧，唔會死就唔係等於已經得永生嘅。咁實際上咧，去到末日嗰啲本身死咗嘅嘢咧，個個人都會被復活啦。然後咧，除咗得救嘅人之外咧，都會被審判。咁跟住就會按佢哋嘅過犯就去進入第二次嘅死。咁呢一次嘅死亡咧，同我哋喺現世嘅死咧，好明顯係唔同嘅。因為今次即使你死咗咧，你都仲係好有意識，係啦，係有感覺咁樣要享受呢一個硫磺與火直到永遠嘅刑罰嘅。所以亞當嘅唔會死咧，佢唔係代表就已經係得到永生嘅，佢應該係一種比較中立嘅狀態，係即係隨時會變差或者隨時會變好嘅。永死咧係永遠受刑罰、永遠與神隔絕嘅一種狀態。咁而永生咧就係永遠與神同在、永遠與神同享榮耀嘅一種狀態。咁所以亞當呢個狀態咧就係即係比較喺中間，佢唔會死，但係咧佢又未去到有榮耀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亞當喺一開始被造嘅時候咧，佢只係唔會死啫，但係佢未真係進入永生嘅。永生咧係要藉住生命樹嘅果子先至可以得到嘅。而本來神咧係預定亞當咧可以食到呢個生命樹嘅果子，佢係冇講話要禁止食嘅，反而咧喺亞當犯罪咗之後咧，佢就禁止啦。咁點解咧？我哋就要嚟睇第二種樹，就係分辨善惡樹啦。咁好多人咧唔明點解神要做一棵咁嘅樹出嚟試探人。嗱，其實咧呢一棵樹咧並唔係做出嚟去試探人嘅，呢棵樹本來就係做出嚟，嗰啲果子就係俾人食噶。嗱，你睇到啦，創世記2章9節咧就寫，耶和華神使各樣嘅樹從地上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嘅果子好作食物，園中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所以分辨善惡樹嘅果子本來做出去咧，佢都係嗰啲好作食物嘅果子嘅一種。咁好正常啊，呢棵樹又唔係叫試探之樹，又唔係叫死亡之樹。分別善惡本來就係人需要學習嘅嘢嚟噶啦。咁所以呢棵樹其實咧，佢個果子應該係準備去俾人食嘅。咁所以神話俾亞當聽，只是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呢個應該係理解成為一個暫時嘅命令，原定喺某個時間，神就係會俾亞當去食呢個果子，完善佢分辨善惡嘅能力啦。咁個原理咧就好似 PG 家長指引一樣。咁可惜嘅係亞當同埋夏娃最後就喺蛇嘅引誘之下咧，佢就食咗呢一個分辨善惡樹嘅果子。咁結果就係佢哋立即係得到一種分辨善惡嘅能力。但係呢一種嘅善惡觀咧，就好似同神有好大嘅出入。本來神造亞當同埋夏娃咧，佢哋赤身露體並唔係一個咩問題嘅，因為性本來係一樣美好嘅嘢。但係你見到呢度咧，夫婦兩人咧，佢覺得好羞恥。咁所以神一見到佢哋咁奇怪咧，就知道出咗事啦。係冇錯，當本來咧係用嚟代表神去管理呢個世界嘅人類，佢產生咗一個同神係唔同嘅價值觀出嚟之後咧，咁嗰啲管理世界嘅工作基本上可以唔使做噶啦。呢個就好似個經理同埋呢個公司嘅老闆，佢嘅營運理念係不合一樣，即係點樣都冇可能係繼續請呢一個經理去繼續做嘢噶啦。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與其話呢個係一種刑罰，不如話你食嘅話就死梗啦，咁樣嘅語感。事實上咧，神係冇即刻用黃天擊殺咧去對付亞當同埋夏娃兩夫婦嘅。佢哋兩夫婦咧冇被呢一個神馬上黃天擊殺，然後咧重做一對新嘅出嚟嘅。佢只係將亞當掉出伊甸園，等佢以後都唔可以再食到呢個生命樹嘅果子，然後咧咒咗個大地，即係修改咗個自然律。咁同時咧就係讓到呢個死亡同埋朽壞係從罪而嚟。咁神都講咧，呢個樣嘢做嘅原因咧係因為呢個人已經能夠知道善惡，咁現在恐怕佢伸手食呢個生命樹嘅果子咧，就會永遠活着啦。本來人類咧係應該按住神即係造物主嘅價值觀咧去管理呢個世界噶嘛，咁家下佢已經係一個價值觀係同神唔同嘅生物啦。如果佢有無限嘅壽命，仲有管理世界嘅能力，咁會為到呢個世界帶嚟何等大嘅破壞呢？
咁呢一個咧就係點解神要人咧係有壽命同埋死亡嘅原因啦。但係要注意嘅係咧，其實神係 OK 嘅，對於呢件事，佢並冇話覺得咁樣創造出嚟咧就好失敗嘅。佢喺創世之先咧就準備好救贖嘅計劃，呢個 Plan B。咁亦都係咧，佢一早已經準備好呢個可能性。透過呢一個歷時數千年嘅基督救恩計劃咧，人類咧就可以重新去做出一次嘅選擇。咁每一個因為原罪，就係嗰啲天生有違背神嘅價值觀而不斷犯罪嘅人類咧，佢有重新去選擇跟從神嘅價值觀嘅機會。就藉住呢個方法咧，去創造出以自由意志去相信真理，並且去跟從神嘅價值觀嘅物種，亦即係話成個基督救恩嘅計劃係神創造計劃嘅一部分。最終咧，神仍然係會達成創造佢理想世界嘅呢個目標嘅，就係一個由有神嘅形象、有神嘅價值觀嘅物種去代替神管理一個完美、唔會朽壞、永遠按神心意運行嘅世界。神就會享受佢僕人嘅侍奉同埋敬拜，永遠與佢哋同在啦。咁呢一個咧就大概係我推測點解神冇立即黃天擊殺亞當同埋夏娃嘅原因啦。咁所以咧，神一開始咧其實佢已經係準備咗兩種嘅方法咧，去創造義人呢一個物種去擔任管理世界嘅職務嘅。咁假如亞當係乖嘅，佢乖乖地聽神講，喺適合嘅時候佢先至食嗰個分辨善惡樹嘅果子咧，咁聖經就只係得2章嘅啫，所有嘢都唔會咁麻煩噶啦。但係即使佢唔乖咧都唔緊要，神亦都係準備咗救贖嘅計劃，喺基督裏邊將我哋變成新造嘅人嘅。咁至於死都唔信嗰啲人咧，咁佢哋都有佢哋嘅用處嘅，就係神可以審判佢哋，以彰顯出佢自己嘅公義。所以喺神嘅角度裏邊，其實係冇失敗品噶，每一種嘅受造之物都可以有佢嘅用處嘅咧。好啦，今日去到呢一度提一提各位，我哋因為要去美國出差嘅關係咧，喺3月嘅15號咧，呢一個查經班咧係取消嘅，係錄播嘅聚會都係會取消嘅，大家要留意翻啦。中意嘅話咧，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知道啦。有問題咧可以 inbox 或者留言，記得加我哋嘅 Twitter、IG、Facebook、MeWe 同埋我哋嘅 TG Group。想睇冇和諧嘅影片咧，可以 join Patreon 嘅。如果想睇查經班嘅錄播咧，可以 join $10美金個 category。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